因為之前跌親過，開始膝頭哥痛，所以就想做翻運動啊，去 build up 翻啲 muscle， 令到嗰個關節損耗細啲。因為我屋企要行樓梯嘅，每日都要行102級樓梯嘅，一個禮拜都會痛幾次。上網睇咁就見到教練聯盟，俾我嘅感覺都幾好，同埋我見佢都係針對話改善痛症，所以我就揀咗教練聯盟過嚟試堂啦。25年9月 join 嘅，一個禮拜上2-3堂，最明顯就係痛症，上咗2-3個月，其實已經感覺到冇痛得咁密㗎啦。以前行嗰102級樓梯，即係隔日就痛㗎啦，依家係好少痛嘅，除非即係我自己去咗跑山，如果唔係咧就唔會痛嘅。做翻運動咧，個人係開朗好多嘅。受傷嗰排啦，連中意行嘅行山都行唔到，每個星期六日只能夠喺屋企攤頭喺度，跟住就等翻工。咁嗰陣時覺得每一日都好似人生冇乜希望咁樣，真係好慘。跟住嚟咗做運動之後咧，同教練啦又傾下偈啊，都開心嘅，就越嚟越開朗。同事嗰啲就覺得 fit 咗多，即係唔係瘦啦，因為始終你望落都唔係瘦，但係 fit 咗好多，健康好多嘅，同埋體態係改善咗。因為我之前有圓肩啊，即係比較咁樣折埋啊，依家係自信啲啦，做多咗背咧，個人係可以打開多啲嘅。有唔少同事見到我有進步，屋企人都見到有進步，都有啲屋企人啊或者朋友係跟咗我過嚟一齊做運動。教練其實都好公價㗎啦，我真係覺得教練聯盟都唔算貴，真係算正常嘅個價錢，同埋我覺得係值得嘅。即係可能你買一個名牌手袋幾萬蚊，同你上個 course 咁其實都差唔多啫，同埋個身形係自己嘅，同你買個袋會 out 啊，跟住又要換一個，我覺得係值得嘅，使落自己個身度。你好啊，我叫 Louise 啊，今年36歲，做 OL 嘅，坐 office 多嘅，真係一日坐足8個鐘以上，發現自己越嚟越重啦，同埋個膝頭哥痛，下定決心過咗生日之後，係時候要再重新出發啦。膝頭哥痛嘅問題一定要強化翻隻腳啦，咁因為有時有啲發力點會借咗落去關節度，咁係因為佢本身個肌力太弱啊，慢慢循序漸進，咁可能由輕嘅重量啊，睇下佢個 range 可以做到邊個位置，然後再慢慢加重，因為佢本身咧前腿嗰個肌肉太緊啦，一開始佢自己拉唔鬆，透過我哋去幫手，其實個幅度多翻啲，咁佢呢啲位置鬆啲嘅時候，佢就膝頭哥個感覺唔咁大咯。咁以前其實我唔信按摩呢啲嘢嘅，但係拉筋真係完全唔同嘅。拉完筋再做運動，其實個角度同埋個人係可以打開好多，做個效果更加好。嗰陣時我隻腳好痛咧，佢每一日都會幫我捏下啊，鬆佢，係自己咁樣拉筋動作，佢係用佢嘅身體嘅力啊去幫我拉出壓鬆佢嘅。一個人嗰個柔軟度咧有限啊，一開始 Louise 個柔軟度比較弱啲啦，咁可能自己拉極都拉唔鬆，教練啦去幫佢拉緊嘅時候，個幅度多翻啲，咁佢先可以改善到佢嘅問題咯。所以依家都係靠阿 Pan 嘅力量去幫我拉鬆佢。雖然佢每次拉完都要肚餓，因為佢真係要好用力去拉，因為真係好緊嘅。因為其實我自己拉咧，我咁樣掹隻腳咧，以前係咧隻腳踭掂唔到 pat pat，依家係掂到 pat pat 嘅，但係始終咁樣拉都係有限，真係要靠阿 Pan 用手踭幫我喐鬆佢。第一次幫 Louise 拉筋，當時嘅肩頸咧係真係好緊嘅，佢彎 shoulder 得好緊要啦，幫佢拉完筋咧係我覺得肚餓，因為我要用好多力去幫佢拉筋。之後慢慢見到佢再透過運動啦，同埋拉筋，咁佢個人咧可以打翻開多少少 chest 啊，個運動嘅幅度越嚟越多啊，反而重量越嚟越重啊，成個體態其實係比之前好咗好多咯。之前就個人比較折咁樣，就打唔開，同埋做飛搏啊嗰啲就會呢隻手好明顯咁樣舉唔係好高啊，或者咔咔聲咁樣嘅，但係日常唔影響，因為日常多數翻工都係咁啫嘛。如果可能本身啲肩頸真係太過緊嘅時候，有機會出現更加多痛症啦，例如可能腕管綜合症啊、手麻痹啊、偏頭痛嘅問題咯。阿 Pan 講到話治偏頭痛，我以前係經常性偏頭痛，依家係少咗好多嘅，因為以前就唔覺嘅，一直就覺得點解成日頭痛啊，以為壓力大，但係嚟咗之後拉筋多咗咧，同埋做運動可能真係開心啲，有幫助咧。但係其實翻工依然有壓力嘅，我覺得應該可能真係拉筋拉鬆咗，所以令到個偏頭痛有改善。成績體脂大概降咗6% 左右嘅，咁其實喺4個月裡面減6%，成績都算係唔差噶啦。效果滿意嘅，咁依家都知道年紀比較大啦，新陳代謝冇咁快，雖然減嘅速度可能慢啲，但我覺得係健康咁減咯，因為起碼我可以食到我中意食嘅嘢先啦，唔會好似以前咁話完全真係其他嘢咩都唔食啊，個人其實嗰陣時係好冇精神、好唔健康，last 唔到好耐嘅呢啲咁刻苦嘅生活。因為我有教佢大概係80% 食健康嘅嘢、原形食物嘅嘢，咁20% 咧就食翻自己中意食嘅，咁其實佢攞翻個 balance
佢係減得多之餘，佢又平衡到佢自己個心理。一啲都唔辛苦，因為阿 Pan 雖然有講，但係我聽人嗰樣嘢，我成日都唔乖，就每個禮拜走去打邊爐。所以點解個體脂減得唔明顯？但係咧，起碼我冇以前咁食垃圾食物。但係如果戒口會更加好啦，個身形會更加快個效果。教練係真係好中意呢一份工嘅，好熱心同埋真係開心嘅，上堂好愉快啦。我每一日都唔覺得我係去辛苦去重訓嘅，我係覺得我去玩啊，好開心咁，佢又可以喐下。阿 Pan 嘅話咧，佢就係成日同我會傾下偈，即係拉筋嘅時候都會同我傾下偈啊，好似朋友咁樣嘅。其實咧，我2016年減過一次肥嘅，以前個教練都幾 hard sell，成日都會 sell 你買堂，同埋嗰個公司係冇 program，因為呢度係有 program 嘅，所以嗰陣時嚟到試堂咧，見到攞住本簿仔幫我 mark 低啊，就幫我設立一啲目標啊，明確少少，同以前嘅感覺係好唔同，因為以前可能嚟到就大家上堂啦，就做幾下咁，每一次都係差唔多嘅動作，就冇乜點樣進步嘅嗰陣時，我覺得係教練聯盟俾我感覺係舒服啲嘅。我會介紹呢個教練聯盟俾其他朋友，因為我自己覺得上堂環境好愉快嘅，同埋啲教練真係唔係好 hard sell。我覺得比起以前嘅過往經驗，我真係覺得唔 hard sell。佢真係完全係幫你制定你嘅目標。如果你覺得個目標太高，你其實可以調低啲。你自己覺得要改變嘅係需要付出嘅，我覺得，同埋要努力去上堂，唔好怕辛苦。真係練嘅開始大咧，真係要喐翻，因為唔係靠以前話唔食嘢幾餐可能就減唔到嘅，同埋咧年紀大嗰啲肌肉流失啊，你會 feel 到條腰啪啪聲啊，根本你唔做運動係改善唔到，所以我覺得需要改善嘅，好即刻踏出第一步啦，唔會遲嘅，但係就越早就越好啦。